大赦国际发起了一项运动，要求中国政府无条件释放移民将赛义德教授。据报道，他自2017年以来被中国当局监禁，并于2019年被判处15年监禁。大赦国际发表了关于这一主题的声明，并强调中共没有给出维吾尔教授入狱的任何理由。据说，在运动框架内，已致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发给中南海的信中，大赦国际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维吾尔族教授，因为在国际社会上没有证据或公正的判断表明一名将赛义德有罪。华为等中国科技产业都密切参与了中国政府对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进行的监控。纽约时报20日发表一篇文章称，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对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的拘留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中国在其东突厥斯坦的庞大的集中营中拘留了超过300万穆斯林。文章援引一份报告指出，华为直接与中国政府在新疆的公安局合作，开展了一系列项目。同时，美国领导官员近日评级中国电信拒闭华为技术公司，并警告各盟邦，若采用华为建设的 5G 新通讯网络，将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构成威胁。美国国防部长埃斯培称，在中国渗透并主导西方重大基础设施的邪恶战略中，华为是个代表。美国司法部长巴尔则称，美国及其盟友应考虑采取非同寻常的手段，获得诺基亚和爱立信的控制性股权，以对抗中国华为在 5G 无线通讯技术领域的主导地位。东突厥斯坦发现首位维吾尔人新型冠状病毒患者，以前的报告中没有提供新型冠状病毒患者的民族身份，但他们都被认为是汉族。根据亚洲自由广播电台的报道，在位于哈萨克斯坦边境附近的伊犁周登马扎地区，有4名维吾尔人被确诊患有新型冠状病毒，但是当地政府官员证实，一个名叫法赫热丁·汉利尔的维吾尔人被确诊携带冠状病毒。同时，新型冠状病毒最近24小时内在中国夺取118人的生命，导致因新型冠状肺炎而死亡的人数升至2238人。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声明，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人数升至75465人，其中11633人为重症病例。根据中国当局提供的信息，东突厥斯坦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76例。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克尔和俄罗斯总统普京20日进行了通话，三方就叙利亚问题进行了讨论。德国政府发言人表示，默克尔和马克龙对叙利亚伊德利卜省人们灾难性的人道主义状况非常关注，他们呼吁立即停止实施作战行动，并确保为需要的人提供不受阻碍的人道主义通道。默克尔和马克龙在通话中表示，愿意与普京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联合会谈，以解决叙利亚伊德利卜局势问题。当地时间20日，土耳其国防部表示，土军在叙利亚伊德利卜遭到空袭，造成2人死亡，5人受伤。土耳其国防部20日发布消息说，空袭导致土耳其军队2人死亡，5人受伤。同时，他们表示，土军展开定点打击，反击炮火摧毁了叙利亚政府军2辆装甲车、2辆皮卡和1部防空导弹发射装置，还消灭了50多名叙利亚政府军。周三夜间，在德国黑森林哈瑙市发生2起水烟靶枪击案，造成至少11人死亡，其中至少5名是土耳其公民。嫌犯是43岁的德国公民，名叫托白厄斯。警方随后展开了搜捕，在嫌犯家里发现了他及其72岁母亲的尸体。据估计，嫌疑人先开枪打击母亲，然后自杀。据报道，嫌犯留下了一封认罪信和一段视频。联邦检察官周四表示，
有迹象显示犯罪嫌疑人是右翼极端分子。联邦检察官已将这起德国多年来伤亡最惨重的枪击事件视为恐怖主义袭击。